大家好，我係 Yannis。咁今日我要同大家介紹嘅呢，就係一隻包含咗樂理課程、音樂遊戲、作曲功能同埋兒歌卡拉 OK 嘅音樂教育軟件喎。佢就係動物進行曲啦。進入咗動物進行曲，我哋可以見到一個色彩繽紛嘅選擇界面，而喺入邊呢，總共會有6個選擇。由邊個開始好呢？不如就由河馬教室開始先啦。入到嚟河馬教室，大家可以睇到有6個課題選擇，由淺入深咁樣教授大家樂理上嘅音樂知識。而喺每一個課題嘅最後呢，都會有一個小遊戲，等大家可以從遊戲入邊加深對樂理嘅認識。依家不如等我哋選擇其中一個課堂嚟睇下啦。入到課堂入邊呢，我哋會見到河馬老師同埋一班可愛嘅動物為我哋講解一下樂理嘅知識嘅喎。而喺每一個課堂呢，都分為3節，我哋可以任意選擇任何嘅一節，又或者翻去之前嘅內容嗰度重溫。不如我哋一齊睇下。而家等大家睇睇我多年嚟研究出嚟嘅方程式，你哋就會明白符點嘅作用㗎啦。當全音符嘅音值表示4拍嘅時候，加上符點，符點變成全音符音值嘅一半，就表示成2拍啦。全音符嘅4拍，加上符點嘅2拍，最後就等於6拍。所以呢一個加入符點嘅全音符，實際上變成咗一個6拍嘅音符。聽完河馬老師同埋動物嘅一番講解，係咪好心急想快啲試下課堂遊戲呢？不如等我哋一齊入去其中一個遊戲度玩下啦。喺每一個遊戲入邊，小倉鼠都會為大家介紹遊戲嘅玩法同埋控制，而且仲會有自動嘅遊戲示範，咁大家就唔怕唔識玩啦。好啦，遊戲開始啦，睇下我玩成點先。完成啦！喺每一個遊戲嘅最後呢，都會有一個遊戲成績表，睇下我今次攞唔攞到 A 先。哎喲，得 B 啫，唔得，下次一定要再玩過，攞到 A 為止。學完樂理又玩完遊戲，不如我哋試下彈下歌仔，創作下自己音樂都好啊嘛。喺動物進行曲裏面呢，我哋有2種方法係可以作曲嘅喎。第一種呢，就係用鋼琴作曲，而第2種呢，就係用5線譜作曲啦。不如我哋首先入去動物鋼琴班度睇下佢點樣用鋼琴作曲啊。入到嚟動物鋼琴班，大家可以睇到畫面嘅下面有一個鋼琴，大家可以利用個 mouse 直接去 click 琴鍵，又或者用 keyboard 撳出相對嘅樂音。而喺呢一度呢，大家可以選擇錄音、播放、樂曲儲存以及開啟。我哋仲可以選擇12種唔同嘅動物聲，同埋多首唔同嘅伴奏嚟創作出屬於自己嘅音樂。試完用鋼琴嚟彈奏，不如我哋試下用5線譜啦。入到5線譜作曲家，其實佢嘅功能呢係同動物鋼琴班差唔多噶，唔同嘅地方呢就係用填5線譜嘅方法嚟創作樂曲。大家都見到天空上邊有好多唔同嘅音符啦，而下面呢就有一個5線譜。大家只要用個 mouse 撳住天空上面嘅音符，將佢拉到去5線譜入邊，咁就可以填寫出自己喜歡嘅樂曲噶啦。值得一提嘅係，喺5線譜作曲家或者喺動物鋼琴班作嘅樂譜係可以互相交換嘅，即係話我哋只要撳下右上角呢一個掣，就可以將正話嘅樂譜帶到去動物鋼琴班入邊，繼續創作又或者修改。相反，喺動物鋼琴班亦都可以撳下呢一個掣，將自己彈過嘅歌轉換到5線譜作曲家，變成5線譜嚟修改㗎喇。
上完樂理堂又彈個歌啦，不如嚟個拍子大測試，睇下自己對拍子嘅觸覺同埋記憶力有幾好先。入到嚟節拍大測試，佢其實係一個訓練大家對節拍觸覺同埋記憶力嘅遊戲。喺畫面入邊呢，會見到一隻馬騮仔同埋一啲鼓，大家只要跟住馬騮仔打鼓嘅節拍同埋次序，咁就可以攞到高分噶啦。而最後呢，都會有一個分析嘅報告，話翻俾大家知自己對音調、拍子嘅準確度同埋敏銳度嘅喎。哇，內容實在太豐富啦！咩啊？你仲未玩夠啊？不如我哋入去唱翻幾首兒歌先啦。喺動物演唱會入邊會有3首兒歌俾大家選擇，而每一首兒歌呢，都會由動物以話劇嘅形式嚟演繹，大家不如一齊嚟唱下啦。講到呢一度，大家應該對動物進行曲音樂教育軟件有更多嘅認識啦，係咪？咁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動物進行曲嘅資料，又或者想知道倉鼠動力嘅其他產品以及最新動向呢，歡迎大家瀏覽以下呢一個網址。時間都差唔多啦，我要返去繼續玩動物進行曲咯喎，下次再見啦，拜拜。